伫咧中华新港有一间真家厝，这厝主拢伫咧北部较罕得转来，想袂到因兜的顶仔骹呢，互一个富人人占去，囤真侪回收的物件，这物件是囤到几楼悬，那造成环境垃圾，附近的居民也烦恼讲会有安全问题。中华县环保局就表示讲，有发公文通知这厝主爱处理，要求伊限期改善。若准唔处理呢，就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上当罚6000块。徛伫路边远远地当看到满世界回收物甲垃圾物件坐甲几楼悬。中华新港有一位60外岁妇人人，去年底开始霸占别人兜的顶仔骹放回收物，物件愈囤愈侪，即阵已经满到天棚，环境垃圾，互住伫附近的民众真困扰。就是很担心说会不会垃圾的问题会造成环境卫生啊，因为它会垃圾常常会飘到我们家来，这边风很大，所以它垃圾常常会乱飞。卫生嘛，卫生问题啊，环境如果不小心失火了，就很有危险性。伊本来就是伫别位啦吼，爱10个别砖头嘛是有厝吼，嘛是蹲甲安尼哈，即马就过来遮吼，嘛是继续蹲。在地议员表示，经过了解，这位妇人人的生活较歹过，可能有破病，会通报社会处的人来关心这位妇人人的状况。也拿中华县环保局来现场勘查，认定受违反抗地空厝污染环境行为加废弃物清理法。没有去看，然后初步有认定他堆是违法的，所以我们有发出陈述意见函给屋主。以我们来讲，如果知道是行为人是谁，我们就是罚行为人；但是没有的话，他屋主就会有责任的。目前程序还是会请屋主要管理人去把它清除。中华县环保局表示，已经发文要求厝主伫2礼拜内改善环境，若无依法上当，会当罚行为人也是厝主6000块的罚款，也会提醒厝主爱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，避免搁再发生顶仔骹互人占用的状况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